23.5度，北回归线穿过，竹林毓秀。人说，这一区域是最富庶的地方。这里是滇东南，是人间乐土。在这里，红河州职教园区院校孜孜不倦，谱写着云南教育改革发展的崭新篇章。在这里，市井气息和淳朴民风同样温暖感人。在这里，文人为之吟咏，歌者为之高唱。大业兴成，始于微末。几十年来，园区院校以坚如磐石的信念，牢记初心，出力奋发。14.5，大专在校生规模将达到15000人，园区院校在校生规模达到4万人以上，并结合地方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，打造3至5个特色学院、产业学院，推进工学一体、工学结合、工学交替等人才培养新模式。大道之行，风云际会。院校现在已经建立了教学名师、专业带头人、青年骨干教师的培养制度，优化专兼职教师队伍结构，建成一支忠于党、忠于人民、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高素质双师型四有好教师队伍。院校的意义所在，就是提供了一个大家可以平等交流的地方，对一所学校文化和精神的感受，必将成为学生终身获益的财富。跟智慧的人一起说话，培养学生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，还要有远大的理想。院校始终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。学生树立成长是一个终身的概念，是一个人与他的内心不断的去对话融合的过程。学生在这儿将有探索自己的可能性。观其武，知其德，学以致用，全面发展。教育最大的财富就是学会思考，学以致用，并且勤学苦学。壮志凌云，勤为本，胸怀大志，始终不忘立德之本，让学生走好千里之行的每一小步。通过落实发展思路，构建起纵向贯通的学校体系和横向融通的办学体系，从而形成一纵一横、多元联动、学培并举的职业教育区块链，实现园区院校一盘棋发展。州农校、州财校、州名师合作举办的3+25年制大专，2023年后，红池院实行高中起点3年制大专，初中起点5年一贯制大专并举。园区院校将以相信人人有才，帮助人人成才为价值追求。我是学前教育专业的毕业生王希邦，学校为我提供了很多的发展平台和机会，让我先后在县级、州级、省级的比赛中获奖。在学校，我遇见了最好的自己。毕业后，我决定返回家乡，用以前老师在我生活中带来的光亮去照亮这些小朋友，让乡村孩子也成为最好的自己。我叫古思琪，是红河职业技术学院财经商贸学院原2019级324班毕业生。在此，我为各位莘莘学子送上最诚挚的祝愿。人生这条路很长，其中有很多可能性，不要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气馁，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，
请仰望星空，脚踩大地，请你相信，今后的日子里会有很多的鲜花和掌声只为你而来。最后也祝愿我们的母校越办越好，勇创佳绩，引领和带动红河州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，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，园区院校茁壮成长。